内底目睭看着啦，意识看着啦，甲目睭讲，甲耳朵讲，甲耳讲，甲嘴讲，甲心讲，甲你的手讲。这本册我是教伊呢，但是这本册不是我来啊，是人指挥。这5个只是一个路咧。这个意识就哪亲像呢？一个发根，一个根。这个根呢，就甲讲你头壳，这个意识吼，这个第六个，就甲这个手啊，甲你这5项来讲，你去甲头壳这本册吼，颜色虽然无看啊，甲头壳啦，这个意识。但是这是无好的哦。但是即摆就只甲你讲哦，这个意识爱转啥？妙观察力见归功。你爱家己这意识，你唔通用你这意识来做，因为你用这个意识来做，你会去做业做罪，所以而且做因，你伫因日因地日，你若做业，当然你伫果上就爱受着果报。所以呢，这个意识你要甲转啥？转妙观察力见归功，就是已经转过啊。所以咱有一句话叫做转识成智，这是毋是识？所以讲转识成智，咱常常听吼，咱有些人啊是迄落讲书常来讲转识成智，就是你要甲你这个意识转过来啥？妙观察力。转过来，你若无转妙观察力，你用你的意识，你会去做业做罪。所以咱即就是我伫6、7，而且呢，迄落说咱会讲安怎？讲咱吼是咱顶个咱的迄落礼拜吼，迄课程就说修道修心，反道尽心。其实就是伫即个当中因中的修理决心啊，因为你6、7即个当中，你的心就是开始要转啊，家己的意识要来转归。妙观察力，妙观察力，见譬如讲，就是进入了无为，就是因为妙就是不可见的，就是用你的意识去观察到一切外口的事物，唔是用你意识啦，就像你用你意识的时阵呢，这个物件我就介意，但是呢，无人买，我想要偷摕，是无？但是讲对唔对？但是你若妙观察力呢，无共啊。因为所流露出来，拢是咱由咱的佛性所流露出来。所以咱这而且呢，6、7呢吼，而且你下功夫，咱若感觉唔好诶，因为这个迄个讲第六个吼，意识会去看遮啦。所以呢，这个6、7、6、5吼，这两个吼，转过来，咱讲3星吼，这两个转起来变成啥？千百，我看下面来看可以吼。这两个吼，这两个大无强啊，出来时阵，伊的3星就是啥呢？5甲6吼，这两个伊加起来，这两个伊加起来就是千百亿个卦星。第7个吼，就是呢吼，圆满的报星。清净发心，清净发心，清净发心，清净发心。所以这3项就是叫做3星。我是来讲叫做8星。到迄个树顶吼。树地就是呢，台湾囝就是清净、平等性、理性、无昧、妙观察力、见慧讲，心所不离道愿意。这树地，你看，这种难跟
就是伫因中的，就是要抓到好，家这吼做好的。但是你伫因地里那讲，因地你做好，当然你好上就受好啊。昨昨吼，昨迄袁先生摕一个报纸啊吼，讲吼，迄报纸看的啦吼，一个吼拍马的啦，伊穿吼去拍一只羊啊，啊拍一只羊吼，但迄羊吼，直接就拍落来，当然迄羊就死啊吼。啊，这羊仔死呢，伊讲吼，家己也迄即个乌多摆顶吼，就准备吼，就要载稻样啊吼，结果呢，是伊穿吼，迄人穿啊吼，过伫即个所在啊吼，啊，迄只羊仔吼，伊个头前一乌多摆或者头大方遐吼，放伊遐，啊，一个穿放伊遐，结果吼，石头路，那伊讲吼，迄只羊吼第七生吼，去甲割掉，啊，那伊看是讲吼，因地个原生，伊安怎讲呢？伊伫穿伫遮向伫伊个迄个乌多摆，安怎讲配遮来，结果吼，咧徛咧徛，拄着石头路徛徛徛，我甲弹落，我弹落去嘛死，弹落去角度，因方位，我惊伊咧人大只羊仔一模一样。你看，伫因地作业，伫高地是迄落。啊，伊安尼伊死去了吼，咱毋知影，咱人看着时阵吼，讲啊，即个人哪会安尼做人会嫌？伊是死法多歹，伊只羊仔一模一样。你看，这叫做伫因地作业，伫高地受高报。所以六祖太甲咱讲，我发着七个因选，咱伫这个当中，咱要如何来修咱这个心？哦，咱的心是非常奥妙的呢。咱若咧起一个心，所以咱六字吼前面甲咱讲，思量恶事，即心恶行；思量善事，即心善行呢，拢是咱这个心。所以讲，咱要行为做做，嘛这个心；啊，咧道地角，嘛这个心。所以看你伫这个六七这个定当中呢，你安怎去做啦？看你安怎去做，因为你若做歹，像咱拄仔讲的报纸看咧，有人迄个颜色是摕来分享的。伊就是伫因地里做歹，伊人养死只羊仔，结果都一直徛倒伊啊，一直路里呢，搁咧徛咧呢，结果你看，这果无你看业绩有够恐怖。所以吼，人咱对这动脉，伊若去动掂着别位吼，迄个袂死啊，但是对动脉着，我甲伊共款，才有法共款。所以你看，个上所以来讲吼，五百个七个因选。吼，所以咱要如何真正正是请吼落实，咱听道理听的吼，爱把这个真理用伫咱家己的身上，安尼迄个益处、迄个利益较有啊。就亲像吼，咱的父母甲咱的囡仔送去学校读册，是毋是？就是希望伊逐个字学起啊。如果咱若甲囡仔送去学校学，迄个囡仔吼有啊，嘛照常去读啊。但是拢学无半项课诶，咱就想讲安尼真正是浪费呢，敢毋是？时间互你搁而且呢，搁迄个讲啥，钱咧甲伊栽培，结果你拢无学着啥，安尼是毋是做无差？所以同款，咱今仔来学法，来听经闻法，无非嘛是要甲这真理变成咱的放落伫咱的心中面，放伫咱的心中面呢，如果咱若有遇着啥物代志的时阵呢，吼，咱会当摕这真理起来用，咱就利用咱的啥，用咱的意识。因咱每一个人对这样运转的时阵吼，咱都有带着咱的意识来。啊，所以咱咧处理代志，一个你看咱人世间的人吼，一个咧处理代志拢无共款，就是伊秉着伊过去世伊这个意识。啊，咱即嘛毋是，咱即嘛透过讲，我学的时阵呢，学的就是迄个转为妙观察力呢，就要用咱迄个佛性，用咱的佛性呢，吼，来处理代志啊。所以即嘛，伊下面呢，吼，就讲有人讲吼，万用因缘如是性啊，吼，
哦。我了臭骨啊吼，对个呀。咱一个吼，咱来用一个话，我搞咱猫吼，我袂用。对。哦。臭骨啊！这骨啊，伫咱的身上呢，咱就有干了去啦。就吼，个心就讲心就迄个看咱的心，你看，就是这咱学苗，伊活在咱身躯的啊，咱迄叫做心啊，出着尔。咱的心你看有奥妙无？咱是迄个触觉，是迄个吼，就去有干了去啦，吼。所以呢，讲吼，按照语言不是性，就是讲，这讲会出来名称啊，吼，讲会出来名称，像这所有讲会出来名称，这拢无实际本性啊，这只是照着这言语，吼，咱爱去实际去做啦，才有路用啊。讲遮济啦吼，就是爱实际去用，这都是一种的名词，吼。讲叫无转处不如情，就是讲咱伫咧转的时阵呢，咱甲迄个意识爱转为妙观测地呢，毋通留情啊。咱那讲毋通留情，因咧习惯嘛，伊用了惯习啊，迄叫做惯性嘛。啊，用就要叫咱用无共款的，咱咧用着吼，敢若客，吼，无人讲习惯性，吼，伊伫咧习惯，啊，所以咱普通拢是用咱的意识。已经习惯啦，吼，咱即摆要转为妙观测地呢，吼，迄个定义，咱现在就是无一样，吼，所以幼主甲咱交代呢，讲吼，若无转处不如情，就是讲莫认情，无搁留的，就是真正甲转过就对啦，吼，无留即个关情啦，关兴应处那家庭，就是讲呢，伫迄吼足关处，咱今仔日吼，咱进。看外口，伊咧上顶是一条音，但是咱的心嘛定，迄个音甲咱敢有关系？无关系啦，是咱心定嘛，吼，就无关系。所以甲伊讲关兴应处那家庭，就是讲咱从一个所在，若如果足热的时阵，也是迄个时阵，咱处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咱的心若摆定，就无管着外口外吵外迄个，或者呢。哦，咱吼，因为吼，迄个伫公司吼，伊在做工课吼，练了惯死啊！伊伫公司中到时吼，但是也无，伊在拢照常咧行，拢记着，所以吼，惯死啊！伊还咧记着照常，我伫遐就照常困。各位先生，咱敢困会去？也是照常，就像咱无定你心只要定，厝咧坐分的机吼，吼，遐咧坐分的机吼，伊咧甲我笑讲。我你真正咧，分灵机吼有久叫咱较坐过分灵机，咱知无？登机的时阵，而且等好啊，来会飞啊。即摆吼去了等爱困吼，所以吼伊还袂飞，互我困去，甲我讲，咱袂飞就困了，吼。有苦做咧苦，咱的心若定吼，甲外口的拢无关系，吼。所以咱爱像安尼那当定，就是讲咱的心无去互外口影响着啦，吼。来，那个下面哈，他再来说一下，通顿我性地，通顿我性地，随行结缘，随行结缘，三心愿我体，三心愿我体，次第本心明，次第本心明，心地用无碍，并不任随行，起修戒妄动，修自为真经，妙智因思晓，将无染污名。伊只是像迄个，点仔吼来讲，咱人人一
定随行，就是讲我用这个三心四谛来应对着环境的一切的万事万物啊，拢会当随顺啊，讲随顺外在的形象，因为咱用咱的本性来应对，所以呢，足自在的无障碍着啦，起修大光动，假使讲咱若要起一个心动念，讲我要来受道，你若要强调我要来受道，伊叫做啥？妄动。是讲叫做妄动，叫做呢又搁道理成佛啊。就是讲，咱要修的是自然呢，你感觉无合，就是爱删除，毋是搁起一个讲起修大妄动。迄个讲师比如讲安怎来讲迄囡仔拿一个碗仔，来说囡仔讲，我对囡仔开始我一定要认真读册。迄个囡仔若无读，我先讲安尼啦，讲起一个讲我要认真读册，敢讲会久？我听无啊，久就到迄落啊，都唔爱读啊。但是讲伊爱足自然，即个读册就是我的本分，就是我足自然，就是安尼，该读就是爱读，该认真读就是爱认真读，毋是搁起一个讲我要来认真读册，安尼毋是，安尼就表示讲伊平常时啊，就是安怎，无足认真，伊还起迄个心，就是讲讲起修大妄动，你搁起心动念，讲我要来修道，那安尼叫做妄动，已经搁落入了成佛修自慧真真，就是讲你修这个慧呢，就是讲慧啦，就是讲你修自了唔对啦，这毋是真正咱迄个真真啦，是讲咱迄个本体啦，妙智因思晓，这个咱人啊奥妙的宗旨，就是六祖开始伊遐知影啦。啊，六祖甲开始了，知影，你看伊就是毋捌啊，爱来拜见的六祖嘛，即内底经文伊无了解啊，即马伊经讲妙智因思晓，透过着六祖家慈悲开始了，伊已经知影，知影啥物叫做三心四谛啊，已经知影，甚至伊嘛有法度通落实，真正去修啊，所以讲将无两不明啊。将出了后，即个污名就甲伊消失啦。就是讲袂去污染着伊迄个不生不灭的不性，已经看好着本体啊，已经袂去污染着伊的即个不生不灭的不性。啊，伊呢，地通呢，即个和尚呢，伊将伊心内定感足迄个符合光耀即个伊见解足符合真理的啊，所以咱六祖呢，嘛无搁讲啥物啦，就是讲伊分享了后，伊讲出迄个伊心得，六祖讲就是安尼所以咱略做就无继续搁讲啊。即马咱听过来来咱即马因为伊的片就是拢起来徐东时的人讲北疆啊南顿嘛，迄当时的佛法就是讲迄个先看讲东调嘛，东调就是呢，咱的武则天迄阵啊伊咧大调所以迄阵啊佛法很兴盛所以有修的，若说讲咧修即个上庄的有当时拢会买来请求咱即个六祖家讲迄个心情的物件，像即位伊就是出家。求啥？若要求见性，就是咱六祖去到拜见咱五祖的时阵，五祖话讲你袂怎创啊？我为求作福，不求伊福。即位呢，理想共款，迄个志向也共款，就是我只求见性尔。以前付钱人我互较早付钱人去菲律宾的时阵付钱人就是应该是甲咱存钱来讲，世间的一切。好甲歹无足重要，迄拢陪咱行过。重点是在咱世人爱安怎会当明心见性，这是重点，这才是真正咱要爱的。世间的一切因为内底有包含着啥？因缘果报，内底有包含这咱各位请选，你看毋过若以咱来讲咱生活伫台湾尤其是疫情安尼，掠看外国。有可能像咱遮平安，无
所以表示咱各位前贤，大家包括互咱足有福报，才有法度生伫这个中华，生伫这个台湾。哦，所以咱来看这个经地雄吼，来，较认真咱做伙念嘛，经地雄。经地雄。信州这个台语要怎念嘛？贵，这个贵下人啊，信州贵下人。信州贵下人。雕连出家。自求见性。自求见性。一日参礼。一日参礼。书文化。书文化。逆将何来？逆将何来？欲求何事？或学人近往方舟，别峰山，历大通和尚，明是见性成佛之义。妄是见性成佛之义。离决好义，原来道理，学望和尚，自悲之事。较迄闽南语来写，等下袂过，所以吼，这个一位啊吼，这个弟兄吼，伊这个弟兄呢，雕嘞吼，出家。自求见性啊，雕嘞就是讲细汉就是囡仔就出家啦吼。以前呢，囡仔来出家就是表示呢，伊对世就是拢有修的啦。所以伊直到人格了吼，来到咱这个原地了呢，伊嘛是要修啦。所以呢，咱嘛看有的吼，有一寡吼，来的吼，囡仔吼，你若像讲吼，伊种。妈妈无咧修的，毋过即个囡仔吼，伊的前世有修的，伊来的时阵吼，像咱的迄个讲读经班的小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安尼吼。伊讲伊妈妈讲伊有心有即个囡仔时阵呢，食啥靠啥，就食着错就对啦。你若平时错的食来就好了了，你若食啥无食错的无要紧。即个囡仔伊个就是伊过去世吼，就是有修吼，所以你看像即个弟兄，伊即个囡仔呀。伊个就是根基好，吼要来修行啊，吼所以呢，伊个对世来吼，就是拢有修啊，安尼像咱这就讲吼，为囡仔来嘛是安尼，伊个对世来就有修啊，拢要来修，所以呢，伊伫妈妈的腹肚内，伊鼻着错吼，伊就顾袂掉，所以就会吐出来安尼即摆吼，咱即世人，咱拢毋知咱是对。咱的前世到底咱是有修啊无修，但是呢，依咱各位前贤，咱会来佛堂来修办，表示咱过去世绝对有修的。你听个甲人讲的，观世音菩萨讲的，讲吼，因为成定点无毋对，毋过自从你若来开智慧了、求道了，开始拢有法度做精进，开始咧修办，表示你过去世你就是一定有修的，你的根基做定的。非常的深厚的深厚。所以讲咱即世呢无论呢，你如果若是对无好的因缘来无要紧，就算讲对三恶道来无要紧。即摆就来讲一个伊呢就是对三恶道来，就是讲咱的自性，咱的佛性本来随地理天来，但是呢到人世间安尼嘛，像做业做多啊。走为三恶道，但是对三恶道去，伊有时嘛是过来出世伫人间的，所以伫1935年有一个修道成佛的，叫这个人叫做啥呢？密勒鲁巴，密勒鲁巴这个人呢，伊就是呢对三恶道来，所以对三恶道来，伊要修道咯，加足艰苦的，就是因缘较歹，所以呢，伊咧修的时阵呢，就爱互因师父足大的磨练。甚至呢，都无通个食哦。我看着讲，无通个食，无通个再食啥？食野菜哦。食野菜食到吼，迄个咱钱无定就是讲哇，客道嘅。但是咱伊虽然是三恶道来，但是呢，若伊对
身躯拢变青啦，就是讲食野菜啦，食甲身躯拢变青色的啊。所以人看到吼，我甲讲，伊上冷吼，敢袂伊敢会上冷甲看着。迄个，你看条领，上冷，伊迄个赵老师遐上冷。好啦，你都26度。伊就讲吼，食甲身躯拢变青啦，啊，所以呢，迄人看着吼，惊死个讲吼，啊，无你请问啊，你是人，到底是人啊鬼啊？咱人甲鬼分袂出来，看迄人啊，看着生做看活迄就好啦。因为伊食甲规身躯拢变青啊，啊，你看伊遐尔啊艰苦，佫无人见到伊的过程吼，佫互因师傅爱来磨练，啥啊也磨练，因师傅要甲伊无好，伊对三宝刀来，伊爱无好，会摒弃，要甲去掉啦。所以各位请选，咱若伫这个修办道，如果咱去拄着逆境，所以咱的老师，咱的伙计，咱会来讲，咱若拄着逆境，爱安怎？爱感恩，甚至爱忏悔。人别人袂当着，咱来当着。哦，无非就是呢，咱过去生做无好的因缘啊，所以咱爱忏悔。啊，第三点爱着感恩，好加善。咱讲好来修办，就亲像这个密勒鲁巴这位呢，伊虽然随对三宝道来哦，但是伊非常有智慧哦。你看伊安尼修，伊三宝道来修甲身份呢，咱的本性拢，甲讲在人不精，在性的不。在性的不精，在人不假，拢总是共款的。但是呢，伊伫练上久嘛，伊就做业做多啊，所以必须爱甲遐无好去除掉。啊，伊迄个密勒鲁邦吼，伊安尼会无形中呢，甲咱鼓励，也是一种甲咱鼓励。咱各位先生，咱即个修道厝比遐艰苦，咱就食野菜，食甲身躯变青的。面中青青。迄变青色，规身躯变青的。咱有迄天吼去一个道亲遐，伊讲吼，我食这食甲毋知要安怎食呢？食素性的，食煮到袂晓食。我讲这个年羹足济啊，都像以前吼做兵，咱前道看着做兵的吼，一定拢唔记得。做兵的时阵吼，较早做兵吼，无像即马较民主啦，甚至即马食素食较济。去做兵较快活，较早听咧讲做兵吼，迄个张盘子吼，年年给咱就办，伊讲吼拢大罐头。对。迄个分条无煮素食拢大罐头，啊要出去拢大罐头，安尼食，啊无配土豆的，啊你看安尼嘛是坚持落来。啊，真食素食足方便啊，所以咱真正咱好的条件，咱若无去修吼，实在吼无菜，即个伊的人讲吼叫实话实在足无菜，吼。所以呢，伊讲吼，咱伫凡人的时阵呢，咱即个身躯会受了即个局限啊。毋过咱的性呢，吼，永远就无通进步啦。咱若去吼为着即个身躯呢，贪着啥贪享受啦，吼，毋敢吼惊艰苦啦，毋敢了苦啦。那呢，咱的永远呢，吼，就拢是伫遮咧轮转，伫遮咧受苦尔。所以讲，伊甲咱讲吼，咱有即个因缘来得着即个大道，咱必须爱安怎照价受真。好好啊修，咱无像遐艰苦，哦，你看食野菜呢，甚至因迄阵啊嘛无塑料遐济呢，你看食甲规身躯反青，人个当做鬼，那有辛苦。啊，毋是说安尼尔，爱搁去搬石头的呢，爱去做苦工的呢，毋是讲干安尼食了迄个人，因师傅要甲无呢，迄个搁出济过程的呢。哦，这本册我是无看，但是迄个讲师讲吼，迄个过程足辛苦，但是伊敢有退钱无退钱。吼，所以呢，就亲像即位弟兄呢，伊出家，伊是这样囡仔尔出家，但是伊志向啥，就是要见识。因为见识才有法度成佛啊，就是讲你有法度呢，明灭心，见灭性，才有法度成佛，才有法度达到本源啊。迄个叫做志向，就亲像呢，咱的幼子去到五子遐，伊志向为求做好不求伊物，嘛是见识，哦。所以讲呢，伊就甲问啊，去到五子遐，伊咧参礼啦吼，问咧吼，咱六祖咧，就甲问啊，讲啊，你是对对来？哦，你来这是要创啥？啊，就甲讲，
生活的迄个要义啦，伊要爱迄个重点，迄就是修炼的重点。伊要爱安，但是伊有甲讲啊，但是伊讲微观无义，就是讲伊来讲，但是伊无感觉深深的相信。希望呢，伊搁遮远来，像即摆吼，咱像咱后巷吼，去广东开正港，搁去广东吼，去落六池吼、潮汐吼，坐车坐动车就坐几啊点钟安尼，安尼看伊伫迄个北方来到广东，所以来讲关来到真正来行偌久呢，较早动行呢，啊，咱坐动车就坐几啊点钟，开正港到广东落也是北方呢，坐几啊点钟的。所以你看，伊来遮辛苦来追求啥？要呢，讲迄个讲幼稚的，咱来开始建设生活的要义，服务和尚慈悲开示啊，指示啦，希望呢幼稚的咱来开导啦，咱即马个书法，必有何缘故？必有何缘故？逆起低坎，发地上道必，环境三月，未亡挥发切割，一息独入中息。请问如何是摩诘？如何是摩诘？本心本性，本心本性，大通乃发，大通乃发，逆境虚空吼，逆境虚空吼，对曰，见比喻，逆境虚空，逆境虚空，有相貌吼，对曰，虚空无形，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即个因为呢，六次呢，甲伊讲吼，你来遮来，你要甲我问，安尼你有去迄个神秀大师遐嘛那安尼伊安怎讲，就是讲，伊是安怎讲，你讲一个例来互我听一下啦，看伊是甲讲啥物即摆这地上呢，这个和尚伊就讲，我去伊遐经过3个月啦。但是呢，伊拢无去甲伊算做讲甲伊教导着啦，无甲伊教导着。但是呢，伊违法切割，就是讲伊为着咧了解着人心变成这个法门呢，所以心呢足着急的啦。有一天呢，伊就呢当地一个人就入去方丈寺啦，就是讲入去这个神秀大师伊怎讲方丈啦，伊房间啦。就是要甲问啥呢？讲请问如何是摩诘本心本性？伊讲这个摩诘，就是咧讲伊家己啦，就是咧请示咧迄个讲大通和尚咧讲啥物是我的本心本性啦？安尼大通和尚就甲问啦，就甲讲啦，讲你敢有看到虚空？甲讲你敢有看到虚空？大通和尚甲问讲你敢有看到虚空啊？这个伊就讲啥？地上诶，就是讲有啊，有看呀，有看到啦。伊即摆来讲大通和尚讲，虚空敢有相貌？你有看到虚空？虚空敢有相貌？各位浅显，虚空敢有相貌？我今日讲师咧讲的时阵伊咧下面嘛是足济咱道亲咧听，结果大家也点啦，今日讲我点。伊讲虚空有相貌无？伊讲大家拢点点。咱也学校来讲，嘛是讲虚空无相貌。其实虚空，伊讲虚空你若无相貌，你要哪知讲叫做虚空？这个叫做虚空，这个咱看会着，这个就是虚空，这个就是虚空嘛。无咱哪知讲这个叫做虚空？这个嘛是一个
虚空哪有相貌？虚空就即个就是伊的相貌，即个伊的角度啦，迄个讲出来讲，咱平常时啊，拢无去注意啊，虚空伊无相貌，若如果虚空无相貌，咱哪知影迄个虚空？即个咱就是咱看过，即个咱看会见，即个是虚空嘛。所以讲伊讲安尼，咱敢知影意思有苦，大家讲会知影，无叫问台话，讲虚空就无相貌所以呢，伊讲咱若要追求真理就是爱安尼好三好问到底啊，真理就会出来，就会当去了解啦即嘛即个讲对外见有看到啊，伊就来讲我有看到，我有看到虚空虚空呢无形象有无相貌？即个虚空无相貌，即然后即个迄个大通和尚开始讲，讲因这段就是大通和尚要甲讲，伊讲闭关，逆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明正见，了无一物可见，无一物可知，是明真谛，无有青红灯底，中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随文处说，犹未决了，契和尚开始。即个伊即个甲讲了呢，伊就甲讲，你的本性亲像虚空共款，了无一物，就是叫做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谛。这安尼一定呢，伊讲这的时阵就是安那似是而非啦，无介正确啦，就是因为无正确啦，所以呢，即个伊就讲地上还讲安那无深深的了解，伊讲无青黄，迄个青黄灯底，但见本源清净，觉明觉体圆明，即名见是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咱来知影，伊即个语言一个讲出来已经有偏其实已经有偏所以就是伊有偏毋过有当时咱听起来讲，敢若对其实伊是偏的啦，所以就是伊偏的，所以呢，即个地上呢，伊太无被了解啦，所以咱一个研究真理，就知影讲，伊咧讲的无正确，即个大通和尚咧讲的无正确，下面咱会来看六字伊的答案是啥物？所以甲讲即个学人随文处说，就是讲地上虽然听伊安尼讲，听即个迄个讲大通和尚来慈悲安尼讲，但是伊无深切的相信。所以呢，咱下面换咱六字要来开始，咱来看六字安怎开始。书曰，彼书所说，有存见知，故令入微了，我今是你一个。我今是你一劫，不见一法，盡無見，大事夫魂，也入面，不知一法，修空知，
宛如太虚，成相变，成相变，处之地见，处之地见，天后起来，血变形，血然形，策人何情？策任何情？解方便，解方便，逆动一念，逆动一念，自智慧，自智慧，自己灵光，自己灵光，上显现。上显现。哦，咱六子听这个地上和尚呢，甲伊讲出呢，迄个神秀大师甲伊开示的话，伊安尼吼了，伊就讲遮，伊讲你这个迄个地通和尚呢，伊所讲的，就是安怎尊理上更加低。伊个尊伫一个有一个更加低啦，吼，所以就是因更尊安尼关系，互你呢有更加低自上啊。所以自上伫内面呢，吼，所以你吼伊自上伫遐，吼，所以互你无法度呢进入了真理。像咱若要进入咱家己迄个本体清净的本体，咱一定爱安怎扫上。你若便是有自，无可能。所以就是已经家有一个更加低，所以伊先甲伊开始安尼吼，迄个地上伊敢若吼无相信，伊无法度进入了嘛伊的本体。所以呢，咱的六祖就甲讲，因为呢，伊就是呢吼尊伫更加低啦，已经有尊一个安尼啦，所以有一个形象啊，伫内底啦。所以就是安尼，才无法度互你进入了迄个真理啦。即嘛伊讲吼，六子就讲，我来讲一句甲语，互你了解。吼，咱六子就讲，伊听里面即个讲，幽存见知，令故令入彼了，就是咧讲头拄啊，咱头拄啊分享的，咱咧上遐，就是呢大通和尚讲的，吼，伊遐就是。尊着更加低，就是有上啊，自上伫遐，所以呢，无法度互你了解啦。即啊，六字咧讲一句诶甲语，就是讲不见一法自无见，就是讲已经无一法啦，就是讲已经无一法啦。可是呢，伊伫个心中搁存一个无见，无见迄个嘛是一个念呢，吼，迄个无见呢，一心形啊，虽然无形象哦，迄个无见是无一个形象啊，毋过伫你意念中呢，你有一个无见，哦，就是迄个无见啊，你甲那时候讲，从啊即伫你的心灵啊，哦，迄个观念啊，所以你虽然无看到一个物件有一般的自啦，毋过呢，你已经去遵着啥？无见之念啊，就是讲，你虽然假设讲，你无看到有迄个讲吼一法，无你知影讲无一法，毋过你去家己也存一个吼无见之念啦，吼。即摆来讲，大事夫魂抓入面，就是讲大呢，就亲像呢，好亲像呢吼，迄夫魂呢，就是讲，迄个夫魂来抓着这个太阳啊。太阳光的吼光嘛吼，但是雨有较早吼，就亲像讲安怎讲呢？这意思就是讲，你存了这个知见，吼知见，你存了这个知见呢吼，就亲像呢太阳抓迄个念头吼，就是存着无见迄个念头，就亲像呢，咱六字来开始讲吼，就亲像呢迄云来查迄个月亮较早，迄个太阳啊。太阳较早的，较早条的呀，甲迄个太阳早条。太阳表示啥？太阳是表示咱的智慧，就是讲呢，你去吼迄个吼，迄个知见甲你早的呀，当然你嘛有智慧呀，吼，就甲你早用迄个比喻，就是讲你已经存了迄个见感，那咧你就无智慧啊，发这嘛无去啊，无发这呢，就亲像。咱有迄个吼，迄个内
来抓咧啦，就像讲真这土会起来，啊，等下无咱来内底做甲烘落吼，伊敢倒袂出来，倒袂出来啊！啊，共款啊，咱咧太阳你该早咧呀，你咧太阳光嘛袂出来，啊，咱伊的意思就是讲，你本来吼，你的智慧就有缘吼，会你就讲，你就是因为以后你迄个知见甲你早咧，所以讲不知一法修空知，毋知影这一就是咱道的本体。咱毋知影讲道就是道已经伫咱的性分之中，咱迄个不生不灭迄个状态啊，咱即嘛拢有伫咧自信伫咱的身上，迄个不生不灭的自信伫咱身上。哦，无即咱头有法讲话，哦，所以呢讲吼，咱吼拢毋知影咱的性分之中的有一个不生不灭迄个状态啊。如果咱无即个吼，咱即个自信伫咱身上，即个不是伫咱身上，咱敢袂讲话，咱敢袂做工课，咱袂啊。但是咱搁安怎？立中离不离自立中，啊有离不自离自有。所以讲，会得当的创啥毋过呢？咱无去重视着咱家己迄个性，所以讲不知一法啊，吼。然后呢，修空知啦，修啥物？修讲无咱，啥物拢无咱，吼，拢感觉讲无咱，无啥物啦，逐项嘛无，吼，安尼进入了，然后咧进入上界对，但是安尼敢对？咱这身躯敢是甲这身躯无赢？咱有一个自信的呢，吼，啊，所以讲安尼毋对，咱来了解，咱有一个吼佛性，虽然讲迄个佛性呢，吼，毋是讲啥物拢无，是。真空妙有，空中不空，妙有哦，但是无形象的。各位先生，咱敢有法度摕个性出来？迄无形象的，但是伫咱的身上，你要讲话，你要看啥，你要做啥有法度呢？但是叫你摕个性出来，互你看觅，敢有法度？所以个性是无形象的呢，吼，是真空妙有的呢，吼。所以讲吼。咱爱了解，毋是讲像伊讲的讲吼，安尼啦讲无啦，毋是安尼啦，毋是讲无形象的空啦。啊，所以讲呢，凡如太虚相形相定啦。讲这安尼，伊安尼讲吼，伊安尼亲像的迄个讲吼，迄电色翕一个安尼翕一个，哦，触之知见，哦。翕电形，讲即种知见啊，亲像呢，足点，迄个讲短暂的时间看着啦，吼，测任何情该方便，就是讲伊毋知影吼，迄是方便的法门啦。认为讲吼，迄个讲啥，咱平常时啊所讲的即个言语，即个方便的法门，家己当做的啥有用啦，何情该。方便就是讲呢，无了解方便法门，咱来知影方便法门是会当用，但是呢，爱知影真理，迄方便法门是来引导。方便的说个讲，测任何情该方便，咱去家测任着，遐个方便的法门是咧引导你入去到你的本性是，哦，你毋通甲当做讲正迄就是救，毋是安尼，所以讲你当一念自智慧，讲你爱知影一念，你家己知影毋对。那安尼，你如果你法度知影你迄个念，咱的念吼，咱的起心动念呢，吼，咱就是讲咱毋相信认咱家己毋对啦。咱如果咱会当呢，承认咱毋对吼，你会啥？你讲安怎？自己的灵光上显现啊！我咧听咧讲师讲，我咧讲师问讲吼，咱起心动念敢是对，敢是毋对啊？对啦，安怎无人讲伊？伊讲起心动念敢是对啊？毋对。结果大家吼，拢迄个拢无应，结果伊比如讲个啊，大家过来讲，伊讲吼有个人啊吼，平常时啊，包括我伊咧讲，我嘛上有遐个对啦。伊讲吼，咱英语头壳拢会伤袂，学袂伤袂。英语来讲，英语学袂伤，也免开钱的啊，免扣钱的，是无？也免拿钱的啊，敢有敢袂？咧讲我上遐咧，咱来英语吼，
学白烧嘛，迄叫做起心动念哦。起心动念的时阵呢，伊讲吼，有位太太吼，有个人来讲安怎呢？会怨叹啊，讲吼，我这世人也无做歹啊，我也无做安怎，是安怎我的命运哪会遮坎坷，哪会遮歹命？会咱各位先生，咱甲听人讲无？有做怨叹的命运吼，伊讲吼，迄就是安怎起心动念啦。像咱讲起心动念啦，因为讲吼，咱每一个人啊吼，咱过去咱一定拢有做唔对嘛，咱是讲一世尔，咱已经轮转足侪世，所以呢，咱所做的业，有当时啊总是即个虚空中的，安尼其实吼，是这虚空中的吼，无代志。毋过你啊起心动念，大分是从一个因，你即个缘，拄好因缘有会，安尼拄好成熟，所以你爱接受啥？接受迄个果报。伊讲着亲像比如讲，一粒七种吼，即个七种你若甲放伫仓库内，敢会生？敢会枯叶？枯啥？敢会？七种啊，七种甲放到仓库内啦，啊是即个七种哦，甲放到遮啦，伊敢袂生起来？伊袂生起来。但是即个七种你若甲去摕伫土壤里，迄叫做吼因缘吼，你放伫土壤会生啊呢？你若即个七种是，你着讲山影。你山影籽吼，你甲放伫遐吼，后壁伊就发起，比山影早。因缘会合就起。所以甲咱讲诶，所以遮甲咱讲，汝当一念自智慧，就是讲你毋通定定起心动念。你一个念，你毋通定定是讲啊，无代志搁想，想啥，搁甲你迄个无好诶因缘甲救啦，搁好诶因缘成熟。所以讲诶，伊讲吼。咱吼，若因缘的时阵吼，咱迄个念头一定毋通吼，定咧黑白上迄个念头若出来，就会造业。一个念头就一个业，念头若莫起，起心动念呢吼，就是成业。所以我刚刚看到地藏经敢有一句话，讲起心动念即是业，就是讲咱就是说起心动念就这样就是安怎？你当一念自智慧，就是讲你即个念一个起来，你爱了解这是毋对的。因为你若知影毋对，你莫起心动念，你安怎自己灵光就上显现，你的智慧就起来。所以来讲吼，你即个吼就爱安怎啊？咱若有经验的时阵吼，爱吼，咱的心较静的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迄叫做啥？叫做正念。正念的时阵呢，咱的佛性出来就是正知正见，用咱这个佛性来应对着凡事啦，安尼来应对啦，安尼就袂造业啦。若袂造业，当然就袂受苦啊。所以讲，咱爱家己去努力的啦，才有法度解脱啦。所以讲，一念自知，一念汝当一念自智慧啦。那你的自己灵光就上显现啦。你若莫定定咧起心动念那你本身的迄个发这智慧就显露出来，你就显露出来。所以你看人咱若开始了咱来看卖，看伊安怎，人伊讲下来你看。所以人讲一个道经，你看。伊讲安尼，伊袂了解，伊来讲伊这话来，伊就了解。伊讲到迄个本体，一念呢伊即来讲，你当一念自智慧，就是讲你的心，你爱家己掌握无好。若像这样讲的心灵死了，关好理解心啊，你的心关好以后好势，你的念要起来，你就知意。因为你的念若无好念，你去做业是就爱迄个。当然，你的智慧就无位啊。所以呢，你看人家咧开始了名，遮你看，咱个看遮上文记义，上文记义，心意发言，心意发言，乃是意愿，乃是意愿。无端起知见，着上求菩提，
着上求菩提，精准一念悟，精准一念悟，灵活色思维，灵活色思维，自性甲原体，自性甲原体，随照往前流，随照往前流，不入左事色，不入左事色，妄念处两途。妄言出两头，吼，你看，两人咧真头。正吼，拢讲到本体，你看伊来的时阵讲吼，啊，大空和尚讲咧吼，我无了解，但是你看，经过咱六字来开始，你看，人迄就是修好啦，伊就是修啊啦，像咱真学讲学咱搁讲的时阵，咱搁有啊回归的啦，吼，伊咱无进入了迄是叫本体啦，所以呢，伊就讲吼。听了这个了后呢，伊心豁然开朗，哦，伊了解啦，伊听着这伊家己自闭了豁然开朗，伊就家己遮讲的嘛，哪会顺意外，就是因开悟了，拢会讲心得啦，这就是咧讲的心得啦，吼，就是讲看出讲伊家己的见解啦，就讲啦，无端起知见，是讲起心动念拢是无端的啦。起心动念吼，所以你看，有端的是讲，咱拢无原因，啊，就伫咧起心动念，其实迄个因咱是出世，啊，起心动念，所以讲无端起知见，迄个心咱就是家己无清楚啦，所以讲是即个吼，起心动念就是为迄个出世起心动念，讲着上求菩提，吼，咱已经呢起了一个知见，就是讲着上。落入了形象，要来求这个菩提。各位浅显，菩提哪有形象？菩提就是咱的自信啊，菩提就是觉，迄边哪有形象？迄无形象的啊，哦，迄是无形象的啊。所以讲，着上求菩提，你要用一个形象要来求菩提，较有可能。哦，你看像咱迄个六字开张名也讲菩提。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痴心是了心，哦，所以讲呢，这是无形象，咱去会了解啊，吼。你若安尼已经去着着即个，你着讲吼形象要求菩提，迄是无可能达得到，无可能是觉啦，哦。精准一念悟，就是讲咱已经伫即个环境内面，已经有一点的悟的观念伫迄内底，啊，那安尼就是错误的啦。哦，伫即个环境内底，咱有一点的吼，遵着迄个一念悟，就是安尼的观念叫做错误的啦。讲吼，灵月吼，即观吼，色思维，就是讲会用的吼，怎可能吼超越往昔未卖啊？这是无可能意思，无办法啦。只要我有精准一念悟的时阵呢，都无办法呢超越你迄往昔的里面，因为你的心已经来去准伫讲有一念悟精准一念悟，意思迄就是讲你袂使有迄个物件，你心内底袂使有迄个，所以人来讲，咱心拢爱清净啦，吼。自性甲原体啦，讲咱的迄个自性是甲原，就是讲伊个本源啊，本体啦，自性的发生地位原来就是安那真空实相的本体啦。哦，咱的自性是甲原体啦，吼。随照往前流，就是讲随着应照一切法，吼啊起心动念。我吼随着咱讲往前流，就是伫遐咧流转，伫咱的随着迄个讲吼，应照着一切法的安尼心，然后伫遐咧流转吼。来讲不入左思色，妄念处两头，就是讲假使若无入了六祖的房间的话呢，经过六祖的开示，是无法度通去了解着这真理啦，啊，就往两头。两头就是两边啦，啊，就是讲吼，人
这个我讲二元对立啦，无达到吼，这个吼，还有中道，有伊两边呐，吼，所以讲咧吼，咱伫原点就是两边呐，吼，咱伫原点就是讲咱讲伫两边的，有善有恶，这种叫做两边呐，吼，善的恶的叫做两边，也叫做咧吼二元对立，好的、歹的、水的，吼，歹的。叫做两边，所以讲吼，伊讲人如果呢无入祖师识，就是讲无法度通了解到呢，迄个真理啦，因伊一头我甲讲到伊本体啦，吼。地上一日文殊曰。地上一日文殊曰。不说三乘法，有缘最上乘，有缘最上乘，地主未解，愿为教授，师曰：逆观自本心，逆观自本心，目着外法相，法无事实性。法无事性，法无事性，人心自有定差，人心自有定差。见闻转上是小性，见闻转上是小性。五法解义是中性，五法解义是中性。依法修行是大性，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心是行义，是行是行义，不再靠经，不再靠经，逆师自修，逆师自修，莫闻我样，莫闻我样，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内声，即是上师之世。希望呢，六字会当家开始啦，吼，你未了解这个意义啦，希望六字来开始。那咱的六字就来讲，逆观自本心，目着外法相。就是讲，咱咧修道，就是爱修咱家己的本心，观咱家己的真心啊，吼，莫去着伫外口法相。外面的万法万象，吼，这吼咱都唔通去甲伊吼，去约着啦，吼。这三乘呢，吼，咱是来讲这个三乘吼，甲最上乘，吼，因为呢，咱兄弟姊妹经验吼无共款，所以他足慈悲，伊讲三乘法，因为有诶听到足悬，有诶听到足低。安尼吼讲的迄种吼方法来吼咧引导啦，其实程度较低人，伊慢慢啊来引导，嘛是引导到安怎？引导到最上乘，最上乘就是希望伊嘛是引导到永生，叫最上乘啦吼。啊，这个下乘呢吼，咱来分，伊才有分讲三乘嘛吼。那下乘就是讲吼，像咧念经啦吼，迄种属于下乘啦。啊那然后呢，引导到中乘，中乘就是像人咧吼讲观天文地理啦，啊是打坐啦吼。啊那中乘吼，叫做中乘法，然后引导到上乘，到上乘就
就是胜利心法，显有真理，该紧得到吼，互伊当成佛啊，这叫做啥？最上心啊！啊，这无固定讲吼，一定对一个吼是上心较好，还是下心较好，还是中心较好，这无当讲固定，伊啊因个人的行动来甲伊教育啦。所以呢，佛陀还有一句话叫做啥？观之道教。观之道教就是讲，这个人的天道有够悬，咱爱讲什么悬？伊安尼，伊遐什么？像讲咱天道教修行，你甲讲因果人吼，迄若在哪个读书的，也是学者，伊就讲这浅的，伊无入去迄落啦，无入去安尼讲解迄落啦，吼。但是呢，如果一个吼地位较低人，你甲讲从读书要学的迄个法吼，伊听无。所以讲，观无分吼，无分讲一定上心较对，还是中心较对，还是下心较对，毋是安尼，是看个人的运气。重点，伊会当修，伊会当行，这是上界重点。哦，所以讲吼，甲伊引导，伊伫下心，你甲讲，甲伊甲引导到伊安怎最上心，伊让伊修会当成佛，这是上界好。咱阿真甲好势讲吼，恁即摆咧徛讲台，互我讲吼，这是爱个上足个功夫诶，讲甲互我注意讲吼，你徛讲台吼，难得有这因缘徛伫遮吼，咧教咱吼结缘嘛，恁爱用功学习讲吼，你讲诶法，好当震撼着人心吼，讲吼，这真正吼，这真正爱功夫诶，就是讲这个法，你有法度通讲吼，讲震撼着咱的心，讲哦，这个修袂使啦，哦，这世人真正吼，你着这天道这修行，我若无修吼，真正相愧对上天堂，愧对着我的咱家己的吼有限之足，互咱的对内心当中讲哦，无论安怎吼，世人师讲，无论安怎，就是用白嘛爱，用白嘛是用高的嘛爱是无够对啦。伊甲甲我自边安尼吼，哦，这爱去食下功夫诶，吼，就是讲，迄个真理，你安怎甲阐述讲吼，就伫遮吼上中下三修啦。你安怎如何真正甲这个法门，若讲心法嘛？心法。心法。性理心法。心，即个你要如何甲这个法理，入去到你心，互伊真正震撼着，哦。这真正我无修袂使，我记得这世内得着这个胜利心法，我安尼修真正会当成的。安尼我无要好好修，太无彩。啊，这真正就爱看迄个司法的人，所以讲这个心法呢，胜利心法呢，哦，哈咧听迄个讲师咧讲，伊的标题拢相反的，哦，胜利心法班，胜利心法班，心法。胜利心法班。咱的主席有讲到咱的这个信片，有讲到要如何真正，互你达到像遮讲的，真正就爱安怎管理家己的本心，免通去着伫外口的思想。咱有时讲，迄外口的思想，像讲有上心、中心、下心，迄拢是因缘咧甲咱教导，无非。就是要引导到你的本心，所以来讲，沐浴外法上，吼，法无素性啊，人生自有定差。它本来是也免分安尼啦，但是无法度啊，因为人的因气无共款啊，就是像有迄个小学、中学、高中、还有初中、高中、大学，设施分散处嘛，吼，啊，所以讲。见闻专上是修行啊，吼，就在圣规吼上紧啊，上紧吼，也是伫咧上时阵，你有当时嘛有法度了解着迄个经验啊，吼，啊无解义是用是透过你上紧，还是你透过看经书，去误解着经内底义理依规处啊，吼，啊伊迄个法去修行，吼，迄叫做大乘，啊万法净土，万法无边。无了离事法上，吼，
经吼一句讲，利事法上，所谓法上拢爱利呢，叫做积业自佛，就是讲安尼去个回归吼，利事一切诸上，积业自佛。你伫迄个诸法上的外口，这上无去，毋是讲我无爱呢，毋是安尼哦，就是讲无执着，伫你心内底无执着啦，迄叫做利啦。毋是讲吼，我都无爱，我这拢无爱看，电脑嘛无爱看，啥物无爱看，就是安尼。利是你应用的时阵，你去应用，但是呢，你无去来执着，所以讲呢，名最上行，行是行义，行就是讲真真正正落实去做啦，毋是伫口称，毋是落去伫嘴讲的，从华正叫做嘴咧讲的，叫做言说。咱60万讲啊，这个法是你爱家己，因为你甲清晰嘛，伊讲这个法呢，你是爱落实行义，就讲真真正正落实去做的啦，毋是伫迄种迄个啥口头上咧讲，所以讲立事自修啦，你爱家己真正这个法门，这个道理，你爱家己去修啦，修的是讲修你家己无好的物件。你自信当中无好的物件，你要慢慢去甲剔除掉，当然恢复了你清净的本体啦，所以讲无模样，你免去问我，已经甲迄我问讲你啊，所以讲一切时中自成自如，就是讲伫日落时中，咱的伫迄个讲260中的规工，拢时时刻刻拢是伫中道的，哪里的自成自如，全部拢总是足自如的，这是咱要追求的目标啦，真啦，咱各位先生看有法度啦，无法是爱无法度，所以这嘛是慢慢伫遐迄个是咱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一切时中自成自如，就是讲会当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弟兄呢听了后呢伊呢就非常的感谢啦，就讲伫60遐呢开始伫遐无离开啦，等到咱的60开放了呢就大概关心，就是讲我伫遐咧家听法嘛好，佮家服务嘛好啦，开始伫遐修啦，修到咱60开放的时阵啦，互咱这是咧学习啦，当然咱各位先生地位较好，咱会当佮咱讲播啦。咱搁内底苗栗足济，咱会当搁播迄个像阮配伊要写论文啦，我要写论文咱是咧播的，安尼家己播原来论文迄个是这样爱写是你愈播愈文件愈济，但款这个真理这是叫做一个文理，后摆咧讲叫做言说，如何要真正互咱受益？就是爱从60讲的，心是行义，就是真真正正落实去做，真真正正咱去应用安尼你有受益着啦。咱听经听遮济，无非就是要甲这真理融入伫咱家己的必然的物件，就亲像咱各位先生，咱学啥学学的，像咱那个阿金，伊若电视看咧煮啥，伊就学起来，讲若无随学起来随袂去做，甲学起来就变伊的啊。所以做个煮啥，伊讲看迄煮菜的，伊就法度变化变素食的，毋过变化素食的，伊讲看，若无去底甲干后无来赶紧菜市仔买做来煮等你来做，就是伊啊。共款，咱较共款，咱来遮嘛是，这物件，这真理，咱若无落实伫咱家己的身上的话，无去甲这真理落在咱家己心的话，嘛是行义。因为拄啊9点半因为这个经典的物件互咱在所较浅啦，无法度真真正正的讲到呢，咱60伊迄个册啦，只是讲透
感谢点完之慈悲前到一鞠躬，坤到一鞠躬，地方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完之慈悲鞠躬，坤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完之慈悲鞠躬。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护前人鞠躬，送架点完之鞠躬，坤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护前人鞠躬，送架点完之鞠躬。他们来，是。